今仔日早起，咱先赶紧来关心，昨昏下晡的时阵，伫屏东恒春的福德宫庙会的时阵，桥班的人员炮啊还未放煞，就冲对庙门去。历史有8个人去炮啊碰着伤，其中2个人是2度烧着伤，目前拢已经送病院，加在无生命危险。庙会活动正闹热，拍锣鼓5点炮啊，验过桥班光桥向前冲煞出代志。 炮啊放了，规个拢是火光加高跟高质质，连边啊弄遐人拢赶紧退后，外面规摇摇摆摆。桥班的人听甲手一直秀，桥放的了，走到庙前的空地啊，又搁听到人伫咧喊疼，边啊人赶紧渗水来要热身躯。代志发生伫咧20下昼，屏东恒春镇的福德宫办庙会。 消防局讲，炮啊就还未放煞，桥班的人就冲对庙口过去，8个人被炸着伤。恒春9号到达现场之后，发现是福德宫在举行庙会活动，现场有多名民众遭到爆竹烟火炸伤的意外。8个受伤的人拢是查甫，受伤的所在拢伫咧头甲骹手，好佳在拢知影人，无性命的危险。不过其中2个人有2度烧烫伤，而且骹拢有6皮情形，拢已经送病院。 炸伤抬轿人员8人，其中5人送恒春基督教医院，1人送南门医院，2人送恒春旅游医院。初步询问伤势皆为烧烫伤，暂无生命危险。消防局讲，现场放的烟火拢有合格标章。福德宫主委讲，代志发生迄当阵，庙前的信徒伫咧点炮啊，不过时间无掌握好，桥边的人光桥向前冲时阵去打着炮啊，才会受伤。因即摆要进庙嘛，哦，桥要入来，啊入来。 因炮啊用一股啊伫啊，即马边啊侪人嘛，啊信徒有诶有炸炮一直牵落去啊，啊牵落去即马夹起来，头前冲来话，拄啊好迄个时间点炮啊起来烧着。相关单位即马已经伫咧调查事故发生诶原因，以后这种活动免啊兼顾传统甲安全，考验主办单位诶应变能力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